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奖编作，人工出版社出版，录音发行。第二部分，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3课。1. 游览。2. 邦桥。3. 教练。4. 筋骨。5. 故事。6. 地米。7. 生理。8. 公山。9. 小港。10. 面部。11. 月娘。12. 散步。13. 环保。14. 番麦。15. 关怀。16. 溜丁。17. 风水。18. 肉粽。19. 新年。20. 中和。21. 枕头。22. 西装。23. 专心。24. 主任。25. 善良。26. 杨桃。27. 学校。28. 冰箱。29. 剃头。30. 鹿港。第3课。1. 游览。2. 邦桥。3. 教练。4. 筋骨。5. 故事。6. 地米。7. 生理。8. 公山。9. 小港。10. 面部。11. 月娘。12. 散步。13. 环保。14. 番麦。15. 关怀。16. 溜丁。17. 风水。18. 肉粽。19. 新年。20. 中和。21. 枕头。22. 西装。23. 专心。24. 主任。25. 善良。
26杨桃，27学校，28冰箱，29剃头，30鹿港。